你们若成亲，早已归到养心殿门前。你们也是怕惹怒了皇上，担不起天子之怒，担不起祸延母族罢了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实在看不下去皇贵妃受这般的委屈，也看不懂韩氏进宫后皇上的种种行径，所以跪在此处，求皇后娘娘主持。你说的本宫明白，本宫也已劝过皇上，为了六宫祥和，不要再过分宠爱韩氏。但是，若想让皇上送韩氏出宫，那是不能。你们再这样闹腾下去，若真逼得皇上送了韩氏出宫，只怕日后皇上也会怨你。庆贵人，皇上口谕，若你懂进退，即刻付你庆嫔旨。皇上圣明，臣妾谢恩，立刻回宫闭门思过。你们都起来吧，本宫去看看皇贵妃。爹，皇上已经不计较永璋的事儿了，也答应晋封你为皇贵妃。册封的日子就在4月18号，皇贵妃的冠服内务府也在给你准备了。皇贵妃，皇上大概也知道臣妾要死了吧？会嫌皇贵妃婚前，皇上也封了她皇贵妃。海兰，本因我有话想同皇后娘娘讲，你们出去一下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，是臣妾罪孽太深，连累了自己的孩子。当年臣妾不该心生妄念，想要永璋去承太子之位，害得永璋被皇上厌弃。臣妾怕得很，悔得很，一直吃斋念佛，祈求菩萨的原谅，能饶恕。报应，报应还是来了。好了，先养好身子，先养好身子，先养好身子，想想你的儿女，宽心以待日后。也好，若以臣妾一死，赎了所有的罪孽，换回皇上对永璋的原谅，臣妾心甘情愿。说出来就好了，说出来就好了。好好养身子，别的以后再说啊。
以相见的性子留在宫中，也只会格格不入。如今嫔妃们一闹，相见往后在宫里只怕会有局域。朕留意这个地方很久了，你要加紧整修。这，奴才已经在办了，皇上放心。朕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。这，奴才告退。皇上，和靖公主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你来了。宫中出了这样大的事，儿臣在公主府里也坐不住啊。你也在怪朕吗？不是，儿臣不担心其他人，只担心您。担心什么？皇阿玛，嫔妃们胆敢这样逼迫您送韩氏出宫，实在是太狂妄了。婢妾之德在于温驯，他们都忘了吗？还是你关心皇阿玛？说来，如今的皇后要是有额娘当年统御后宫的能力，也不至于让嫔妃们如此张狂。到底令嫔是皇阿玛多年调教出来的人，这种时候就懂得本分，不去掺和这样的闹剧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朕想静一静。儿臣告退。皇上，您好些个日子没翻牌子了。朕到令嫔那儿去。皇上，令嫔娘娘才刚遇袭，还不适宜侍寝。朕就是去看看令嫔，怎么了？哎，这。楚，药已经好了，你起来喝一点吧。本宫不喝。你扶本宫到窗口，本宫想看看协芳殿的方向，看看能不能看见永璋。哎，慢点煮。楚，你这样是看不见协芳殿的。看不见也得看啊。儿子是为娘的命，如今便是让我去协芳殿，我也没力气了。主，你别吓我呀，主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主，姐姐，你为什么就逃不过这一劫？你走了以后，这个宫里
连个能跟我说话的人都没了。快，先去通报皇后娘娘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我们出宫了。皇贵妃娘娘，您的冠服给您送来了。一会儿给绿云换上吧。是。皇上，闷酒伤身，不然您少喝点。纯贵妃薨逝不到3个月，永璋也跟着薨了。哪怕是朕追封永璋为巡郡王，也是于事无补啊。宫中连出丧事，奴才知道皇上伤心。皇上不是连今年的木兰秋显都停了吗？朕就想不明白了。朕也让李煜去查韩琦的底细，不过就是区区一个普通的韩部男子，相见为何就对他念念不忘呢？依奴才看呀，这个韩琦，无非是与韩主同族，仗着认识的早。您恕奴才直言，韩主也没见过什么奇伟男子，才让韩琦占了先机罢了。哼！皇上，您让内务府给韩主新制的宫装已经得了，您要过目吗？这宫装真好看，皇上，奴才想啊，韩主穿上一定风姿独到。皇上，您这是？李煜啊，带上这宫装到承建宫去。这。主儿，皇上来了。你们都下去吧。相见，你在看朕送你的西洋钟啊？好啊，你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，朕都会送你的。今夜呢，朕也要送你一件礼物，李煜。奴才在。这是朕叫内务府特别为你定制的，朕想着呢，你穿着一定好看，一定风姿绰约，穿上吧，啊！我在扶丧，不穿你们的衣服。韩主，这也是皇上的一片心意啊。相见，你要任性也该有个限度。自从你到宫里来，你闹了多少的事情，朕都护着你了，还想怎么样？朕知道你惦着韩琦，朕也将他的尸身寻回来了，送回韩部厚葬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朕知道你为他扶丧，朕许你穿着素白衣裳了。我是韩琦的未亡人，生生死死都是他的人。总之，你的日子与我无关。我不想看见你，也不想听见你说话。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已经在朕的后宫了。
不是我要到这儿来的。香见，你知道朕的心吗？朕会待你好的，啊，咱们会相伴到老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忘记韩琦的。香见，你冷静点。哎呦，哎呦，香见，你没事吧？皇上，奴才确实是把承乾宫内所有有可能伤人的利器全部收拾干净了。这个，奴才也不知从何而来啊。皇上，恕臣直言，这件事确实不能完全怪李公公。微臣已经查过了，刚才韩主用的利器，就是这钟离的指针。罢了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微臣叩见皇上。如何？回禀皇上，微臣已经给韩主把伤口处理干净了。好在伤口浅，要想愈合不难，可要想不留疤，竟是微臣实在是无能。只是眼下韩主情绪激动，他既不肯好好服药，也不肯喝药。微臣只能把药膏留给侍婢，让他们在韩主情绪稳定的时候再给韩主上药。皇上还请放心。皇上，天色不早了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，也好让韩主尽快安治。咱们改天再回来看韩主。今夜的事情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相见不慎，划伤了脸。是。走吧。主儿，您脸上的伤，奴婢给您涂点药。主儿，膳食来了，出去。是。韩琦，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你了。糊涂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到现在才来告诉本宫。皇上开始想瞒着，可韩主现在不吃不喝也不肯医伤，皇上只能让奴才来找您。太后知道了吗？还不知道。皇后娘娘，您先去养心殿吧。你好好练字。嗯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来了。皇上，如意，坐。李玉都告诉你了。如意啊，朕实在是没办法了。那日朕喝醉了酒，吓着了相见。朕只想让他换宫服，可没想到他却这般的倔强。唉，他不用膳，不上药，居然还跟朕闹绝食。朕实在是没办法了。
才请你来帮帮朕的。如意啊，你是不是对朕很失望啊？在臣妾眼里，皇上一直是意气风发之人，从未如此这般。朕也思量过，朕是帝王，万人之上，不该轻易动心。一动心，便会生乱。所以朕一直很克制。可这一回，朕理智不了了。朕一见到相见，才知道什么叫一见倾心。皇上，您说什么呢？如意啊，朕的意思是，朕与你是情字年少，心意相通。可朕和相见呢，是情起中年，情难自抑。朕从未有过自己得不到的人，相见是唯一一个。朕不想留下遗憾，所以才请你来帮帮朕。皇上一己执念，害得韩氏一心求死。皇上还要如此执着吗？如意啊，朕这一辈子都从未有纵情任性过，你就让朕任性一回吧，就一回，好吗？朕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等到假以时日完成了，相信相见会回心转意的。你只要帮朕劝他，劝他活下来，愿意留在朕身边，好吗？韩氏的心思，臣妾又如何左右得了？如意啊，你是朕的妻室，更是朕的皇后，要承担中宫的职责，你得替朕想办法呀。皇上所托，臣妾身为中宫，不敢不允。只是臣妾所能做的，仅仅是皇后需要做的而已。臣妾告退。额娘，我写的字怎么样啊？额娘，额娘，你看我写的字好吗？写的比上回好多了。皇阿玛许久不得空了，近日都是五哥教我写字。五哥的字写得极好，有他教你，自然更好啊。儿子会用功的，我会成为像五哥那样的人的。会的。姐姐，姐姐有事儿找我。永基，去找你永琪哥哥玩会儿。正巧，永琪做了2把小弓箭，你去找他玩去吧。啊，好。去南阁吧。真没想到，皇上会如此神魂颠倒，不知所以，竟然用皇后之责去逼迫姐姐劝韩氏活下来。皇上对韩氏深情热烈，让我陪着皇上这么多年也未曾见过。我一直以为皇上甚能克制感情，以国事为重，却没想到会如此。看着皇上对他的样子，我就在想，那我和皇上的曾经算什么？那姐姐，你真的要去劝韩氏吗？我不想去，我也不愿去。
可是作为一个大清的皇后，我只能去。让皇上身心愉悦，不是一个皇后该做的吗？本宫听闻人之将死的时候，会见到他最想见的人。你在等这一刻。本宫对韩琦也很好奇，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会让你如此念念不忘？你和那个皇帝是不会懂的。那是少年时的相知相许，相伴相惜。你若说的这些，本宫便懂了。本宫也有曾经年少的相知相许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只是本宫如今担心，你若是死了，这个世上就再没有人记得韩琦的好了。神佛在上，朕诚心斋戒，以求大清国运昌隆。二则，人生在世多年，朕见了，想要纵情恣意，放任一回自己情感的相见，但求上天怜悯，赐他在朕身边，再不分离。我喜欢韩琦的时候，16岁，他18岁。他的眼睛特别的明亮，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。他带着我骑马、放牧，带我去看最美丽的沙枣花。他吹着口弦，伴我起舞。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你可知道，我们是真心相许的。我们一起盟誓，彼此钟情，就想在草原上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我们韩部的人，只要发过了誓，就绝对不会反悔的。真好。可惜，好时光再也回不去了。若不是因为我，他就不会遇到雪崩，他也不会。谁都不知道韩琦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韩琦是你的未婚夫，你为他伤心难过、追思悼念，都是应当的情分。只是，你一直陷在自责里，若韩琦有知，也会于心不忍的。如若你在为了他绝食离世，他会安息吗？本宫觉得，以韩琦对你的情谊，他定希望你珍惜性命，好好活下去。更何况你还有你的阿爹、你的族人，你应该知道，你是他们好好活下去的指望。从韩琦死了的时候，
我就心灰意冷，便没有了指望。我怎么还能成为别人的指望呢？逝者已不可追。你若还珍重你的阿爹、你的族人，就该好好活下去，哪怕远远地守护他们，看他们过得比从前更好。除非他们对你来说并无所谓。他们对我来说怎会无所谓？只是我怕我做不到。只要你断了求死之心，肯活下去，就能做到。来，喝一口参汤，这样才有精神。为了你阿爹、你的族人，还有韩琦，喝一口。再喝一口。娘娘，出了承乾宫，您就魂不守舍。您在想什么？听相见说对韩琦的感情，本宫知道，终于有一个人在这个宫里有过和本宫一样的心意。您说什么？他俩的年少情深，像极了当初皇上和本宫。娘娘是看见韩主太感触了。相见对失去韩琦的心痛欲绝，让本宫恍惚。也许本宫也失去了曾经恋恋不舍的少年了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相见如何了？微臣去看过了，韩主已经恢复了饮食，虽然极少和人言语，但气色好了很多。皇后做得极好，朕心甚慰。那相见脸上的伤快好了，已无大碍。好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娘娘，色。皇后娘娘，李公公来了。请皇后娘娘万安，请颖妃娘娘安。什么事儿？今日午后，皇上请和宫女眷往宝月楼赏金钟景致。太后去吗？太后一心向佛，对登高之事一心阑珊。知道了。奴才告退。皇上最近喜怒无常，咱们还是不要扫了他的兴致吧。
哟，这楼什么时候盖的？怎么平白无故就建了这么一栋楼啊？这宝月楼美轮美奂的。皇上让我们来赏美景，也不知一会儿会带我们去何处赏。也不知道这里面怎么。你说皇后娘娘到。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。皇后娘娘，诸位主儿，请吧。皇上在楼上。皇上还未到呢。咱们先上去吧。这宝月楼看起来都是韩部的纹饰，莫非这是皇上赐给韩氏的？他不是有承乾宫了吗？还要这宝月楼做什么？皇上果真如此厚待他吗？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给各位主儿请安。玉壶姑姑，皇上命臣妾们到宝月楼赏秋，那皇上怎么没来啊？皇上尚有要事。这宝月楼是皇上给韩主儿所建，今日才请各位主儿来赏景。除了宝月楼，皇上还在宫外与宝月楼遥遥相对处建了祈福寺。皇上也太偏疼韩氏了。各位主儿，请随奴婢来。各位主儿们，请看，那就是祈福寺。韩主，这祈福寺是皇上按照您家乡规矩所建，您还喜欢吗？韩部地处偏僻，皇上已令您部中老幼妇孺移驻京城街巷，与祈福寺相对。今日皇上还安排他们进了宫，您愿意见一见吗？什么？太好了，玉壶姑姑，快让妹妹族人过来吧，妹妹呀，一定很想念他们。是。禁中快请韩部族人。各位快请。相见了！我太想你了！见到你了！终于见到你了！想你啊！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？这么多老老少少，成何体统？皇上怎得如此厚待韩部，让这么多人进宫？相见公主，皇上待我们很好，给我们建了祈福寺，给我们建了漂亮的房子，安顿年老的婆婆，还给我们看病呢。是啊，皇上对我们很好。是啊，公主。是啊，公主。皇上对所有的子民都是这样吗？还是因为我故意做作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
皇上怎穿的韩部的服饰？皇上。